防风风台的警报即嘛已经解除，也毋过今仔日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这北部地区也是会落大雨的。这两天啊天气是加较凉凉，要等到拜六才会来回温。也若后礼拜呢，这东北季风又搁会变强，这上低温有可能是无到16度，所以提醒民众出门都要加来注意。防风风台伫拜三暗时登陆了后，不偌久就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。气象署讲，虽然风台警报已经解除，也毋过拜四台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基隆北海岸、汐止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下大水雨，也若各地嘛会落短暂的阵雨。而在明天到礼拜天这段时间，它的下雨会逐渐的趋缓下来，只有在迎风面的地方有一些比较零星或一些局部的降雨的雨势。那么到下周一的时候，因为再一波东北季风南下，东北季风刚南下的时候，它下雨情况比较明显，下雨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一点的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五台湾要是吹东北季风，北部天气会较凉冷，嘛会落单山雨，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。因若拜六开始，东北季风减弱，虽然温度回升，也毋过早暗也是较凉冷。北部、华东地区和恒春半岛嘛有短暂的雨势。今天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3，昨天有29到30，所以这波的降温来到6到7度，感受是比较明显偏凉的。下波冷空气的低温呢，预估可能在周2到周3的时候是比较凉的时候，来到16到18度左右而已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一东北季风会再变强，一直到拜三，各地气温来到16度，更高的地区甚至会更较低。提醒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，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